开心的嘛意思啊？就是安太口的意思。安太来第一啊，你不用解释好不好？快，我很快的啊，减温减的，抢用喵的嗓冲出一支三狗字。你在叫呀？艺术八九。哦，你在中买？他中风。中风是？啊，请下音乐来，好，看好。啊，看吉娜看夹身材演唱会，到底什么工业主办进来？没，刚好。心路开哟，无冲过的心痛，闹热打擂台，闹热降下来。哎呀，我是金币的制作单位啊，对我以后，因为按你特别计划啊，特别为我做的啦。TPV 你做的，你有蛮讲？因为狗蹦节吗？没，哈礼拜就会重阳节的。哦，低肉你讲，丁肉就冲来。落火的节，落火的节，跟你的落火的跟披萨唔配啊？还有披萨唔配啊？重逼啊！啊，重逼啊，算重逼就做嘅。算重逼啊！后堂的重逼啦，係啊，快堂就會老火，老火。講好花就好了呀。哎呀，今日你特別節目，特別計劃就嘅介紹下咧。丁肉節嘛，當然都有唱出嘅重逼以外啊，還有唱到啥好聲音來同樂。哎呀，家己看到啊，你好聲音。李瑞平。今日特別教一下，歡喜下，係重陽節咪一般嘅重批的歡喜，同樂啊，鬧熱一下的來，一來歡迎這個5位長者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掌聲要大一點啦哈！我們客家界的長者，我們從先分享 TV 牛眼天還有邱清妍，清妍姐，大家好。quy mô糖都經驗是衝過嘅吼，喊你咁樣係寶刀未老，哎呀，台風啊，真的還是一樣那麼好聽，好不好聽？好聽，太平靜了吧？好聽是這樣嗎？好聽是尖叫聲在哪裡？記得等一下要選我，選你啊！選我有好康哦！你們以為玩遊戲呀？牛片，肉圓。有演對，改天請你們吃吧，改天啊，已經在賄賂拉票啦。對啦，點樣搞個遊戲啦？搞遊戲，係啊，啊唔得下做好好嘅表現啊，你好嘛？觀眾哋得到好嘅成績嘛？係啊，可能來到呢度票，好唔好？好，謝謝清妍姐姐，謝謝歡迎哈，謝謝多謝你哈，坐一下。好了，好 ，TV， 霸王天后，聽 EV 咧，聽 EV 哦，哇，很帥氣的，重機歌王范晴惠，宋仲基，不是宋仲基，不是宋仲基，對，差一個字，差很多。好來，你范晴惠來，晴惠哥，有請，大家好，晴惠哥，晴惠哥哥。
难得这人，因公无从难，希望了太难干，因真老堂啊。哎呀，重击歌王，重击歌王，逸玄讲的嘿，鸡很重的歌王。跟翻开狗给他两排，董后搞给他下秦桧。哎呦，这是青海无上师，秦桧上清下海无上师。不敢，对。那你真的，你为什么要把你个香去掉？嘿，中马有那青海。对呀。艺名呀。没按的，喊起来较亲切。他亲切，呆명呆相哦，没黑哦，有脱离哦，黑嘛，哦，哎，有脱离哦，对，这样比较拉近距离，这样。石缝，好像对，很亲切，哎，从阿峰布啊，各种干部，要是连名带姓，通常不是好事。罗时丰，哎，哦，那就知道有问题了，哎，有问题了哦。啊，石峰，哎，感觉石峰，你看这样石峰，这样能拉近距离，对，谢谢啊，石峰。谢谢。娘娘嘅石峰，哎，秦桧头有来陪一下。对啊，他这个让老啊多个几次啊，多几期，对啊，啊有蛮好出嘛，有啊，哎，重击我碰见了一期。哎呦，真的改重击哦，可以飙一下，可以享受一下。可以载你去兜风，会吗？你们会骑挡车吗？这里有没有？哎呦，你会哦？可以上去吗？现在用拉草，脚不够长，你脚可能不够长，够不到，拉草。提莫，你带到后视镜，大家可以去兜风。快来，安子 C。好了，下一位呢？沙蕊最爱你的，哎，你是他的偶像的一位，闹捏名模。真的吗？不，你讨厌他还骂啥？哎呦，闹热名模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一位林志玲。嗨，客家界林志玲领归来。哎呦，归来姐，小兰，孩子大好，走过中央间快乐，小兰。主持人，吉娜小姐好。今天把她家里的宝贝都带出来。你看你结婚那个兄弟镶金戴银。还有这个，你看，全部流出来哟，流出来哟，全部流出来哈，全部变出来就好了。你看我所有东西全部都在献宝一下。哎呦，献宝一下，就拿当后面这样金闪闪。现在全身上下价值大概好几千万。对呀，对吗？有一点
来。但是刚好中午学的他带海牛起拔，起拔，扭扭那起拔呀，而且呢，蓝姐，他好难控制哦，对，还蛮 Q 到自己就去。你要再拉票，对啊，哎，你要一直亲啊，对啊，所以要一直飞啊。他没有票是我们呢，金毛大票啦，金毛侦查，我冇见你，鼓励的，哎，他这个都在多多支持小兰哦，小兰，小兰啊，好来，谢谢。你 welcome，哎，很有礼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长辈你看还对你们，哎，他竟然有石头钟哎嘞哈，他卖有起拔，还有七八，有谁小兰，安子谁哦，哎，摸落起巴的，落起巴冇色。好啦，放在那边全部没弄呢，弄呢哈，在度，好啦，先休息，他不会很有瘾啊哈，本期就出来。好，休息下。好，安子谁？来，沙雷也是很喜欢你的。哎呀，你粉丝很多，片子海内外从南到北。对，也还屏东了哎。屏东啊，潮州小可爱。哎呦，潮州哎，潮州这片的，等一下哎。哎呦，香香阿姨，哎，胖胖哎，永永阿姨。亮嘿亮，东风进来将旗拢。赞！月光相爱多情浓，等到天太公。乌鸦捉条虾，草鱼捉面虫，阮的钓到圈碰。寒灰涌，多美海外空翻一重，风全断。投一票！哎呦，放弃位台湾，有啦，你行过来，哦，这有点啦。哎，现在你巨星呢？他跟泰山风雨前面不改色。罗哥出来跟顺风起站半天还是冲击哎。对，好稳定哎。没有在理你的呢。对，他活在他的世界里面。对呀，你就冲嘞，巨星。先让阿姨来拉票一下，快点。投一票啊！没有投一票，不要回来。不要回去哪里？跟你回去。你说没有投我一票，你们走不出去这个摄影棚。对，你要这样讲，再讲一次。不要泡太硬了。啊，是哦。摸太硬了。摸太硬哦。摸太硬哦。不要太硬。有的人。投我一票啊！等一下哦，我就跟你们说悄悄话。你这样讲，等下大家都好期待哦。你觉得他们会有兴趣听你什么悄悄话吗？哎呦，甭听啦，好啦，欢喜就好啦。先跟我讲什么悄悄话吗？先透露一下。卖唔低，啊，我还卖关子呢，对吗？你又没有投票权，他干嘛跟你说？啊，也对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好了，跟他们讲。好了，加油了！现在赢了，我们就可以听他悄悄话了。好，谢谢。得到好成绩哈，来，谢谢。麦克风可以。杀了，压轴了，有点三国天王，加几个欣赏。旧日厝桥，嘿重阳啊！老年了，身体啊！爱健康啊！
平常时间都运通少有了此彩呀乐洋洋难怪是压轴的表演，技压全场，实在当欢喜啦！今尾参加一条露演出嘅，不得不讲已经露演家，重逼，阴婚啊，要阴婚哦，阴婚，没办法，时间不饶人的东西，真的，真是，就像我看嘅18、19歲比賽，哦，有看嘅啊，有啦，真的有，但是呢，他胶原蛋白少一点，但比较帅。哦，真的吗？但是哈，他成熟美，成熟，真是不一样的感觉。越陈越香。对的，哈，还好，这个早期有一些记录，留下来。真的好啊，越看多呢，才知道对比有多大。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有差那么多吗？差很多真的啊，正经啊。是人的部分还是声音的部分？嗓音某茶清懂，公影。我觉得人是越来越帅，真的，技上吼，真是后上都要冇马鞭，就讲身材吼，印了印吼，来我讲穿印了印发福嘛。罗哥就很自爱，对，拉票，不要再给他抽皮下去。他想要转移话题，要来票讲司机哈，大家相爱唔可以查，同心協力。救客家哦，仲係大家先得對，一天偏地為開發哦，拜託，就係講謝奇貴先生，你客家就要救咧，拜託，所有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同心協力啊，來救客家哈。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都在睇，你奇貴先生，對，客家有冇咩睇了？好嘛，我來按姿勢。哎呦啊，壯批一已經介紹本大家了，哦，所以根本按呀，覺得開始啊，有遊戲啦，對，遊戲要怎麼玩呢？你嘅後生人都有積分啊，積分請過跟人有獎金啊。哎呦，我們今天不但有錢後拿，還有台企給他開出的條件。那長輩有什麼東西？長輩哦，他選對人就可能共榮吧。對啊。有啊，長輩有紅包哦。長輩如果拉票拉得多的話，有紅包。跟金肉節、重陽節當然是不會讓他們空手而返。對，這個真的是我們這個製作單位很用心吶，這個精心來策劃的。來，大家聽我哋教遊戲，好嘛？教一下。馬上進行第一單元，來。歌詞冠軍。有殘對公斤，訴求誰變形？吉娜黑泡芙阿姨，上多按太細。對呀，可惡哎，這種都按太細，太嘛意思啊？按太可的意思。來第一啊，你不用解釋好不好？第一個單元歌詞冠軍。對，就會衝歌的時間啦吼，歌詞假使有衝唔衝，你就徛唔記得樹檔放個牌。你聽到歌詞從來聽到冇空用，你就馬上徛牌，衝正確嘅歌，衝出正確嘅歌詞，好嘛？哎呦，睇住家啲吼，中 B，對啦哈。OK。知不？香香姐。知道哈，你知道。香香姐，偶是誰？偶在哪？這樣，有冇各種看口？好了，但是我進行之前，本來你後上組先來下注一下。好，看要投哪一位，那一位中 B 會得清狗粉呢？吃豆黑馬賽。來，可以啊，這個來票一下哈。這個不是靠運氣，對，這要靠他們歌唱的實力。我要靠一些，你要看他們本身。哪一位覺得是好像是
觉得比较不会脑雾的那一个哈。哎呦，去过欣赏。哎呦，青眼姐，秦惠国，去过欣赏。哦，压倒性呢。哦，那这样齐国老师莫不应绕鬼哦。哎呀，哦，你就不要绕鬼哦。我们小兰跟香香没有票呢。哎呀，那条文用啥啦？那你那个麦克风会哪里有公先回去，我帮计程车帮你们叫好了。打包回我，送你回屏东。好了，专机啊！没有人压住你也没关系。你要跌破他们眼镜。对呀，黑某，我要冲出卡牌，好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安永就快死了啊！好了，嘿，来，先来踢一条狗诶，由我们的天后吉娜出题演唱。好，来，真的哎，客家天后。踢一条狗诶，好，来，老师，请下音乐。注意来躺一下哈。清楚哦，大家披乱松。哎，罗哥有没有看到？黑玛莎。好，还是香香啦，金渣啦。什么？金渣啦，金渣？我在秋季啊。我哋喺記按咯，大家披亂松。金子。啊，要怎么唱这一句？金子是什么？我在秋季啊。秋季哦，金子哦。你讲你的意思係講大家金子松本，你睇嘛？我有讀書啊。啊，你有讀書哦。啊，這樣看是對還是不對？他對嘞。刚刚真的是他举得最快的。对，真的。啊，香香阿姨得1分，好，弟兄阿姨。嘿，没有下注成功。金子松本你，表示愛心意。今生就愛你，莫撇下你，夢兒跳起做你歸。没看，我刚才真的没有一直看这个，看到俩狗词哦，这个制作人还真的是哦，你是希望谁早日归啊？真的嘞，有没有？梦你跳起，刚刚你没有看到谁？有看到谁先举牌？慢言先举，先卡牌。我顾着看头七，差不多哦，某够100好吗？啊，差不多。数到3一起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，罗哥来倒数。1、2、3。哎呦，好，青眼姐，嘿，嘿，梦里春花做你归。哎，他对嘞，马上跳起，哦，这正经哦，连这种眼正经下来都是。好，还有就制作人他是希望他自己头七早日回来，记得回来，呸。好，弟兄，好了。头七做你归。数字等人挂在心，千万记得爱你嘅伊，哈唔管相逢多难时，依旧留你等下去。小兰呐，小兰吗？小兰是不是？小兰，来，我们小兰。一心为你等下去。哎，他对了。一心为你邓阿姨啊，哎呦，邓柯南啦，哎呦，厉害有一条歌，因为他个懂书嘛，懂书啦，齐国老师，你那调声用给的，也简单的形容的。哎呦嘿哦，看得出来，厉害，大哥风范。好了，按你踢一条歌诶，目前小兰1票，香小兰还有青眼姐1撒1票，但是你们好像没有下注到，有青眼姐有，哎，稳住，哎，好来，沙雷金行听一题，哎呦，我们的金曲国王罗哥为了演唱，哎呦，这条歌不好猜哦。哎呦，前奏一下我就想哭了，轻易放2条歌，真的吗？无意中等着你，雄雄赶来相认，往事茫茫渺渺的像流水。
难忘过去的情谊，脚步山愈踏愈近，不敢我头我行会看到鬼。不敢我头叫着你名字。哎呦，是安尼唱吗？有一点字唱错，嘿，国本200几分。不敢我头叫着你名字。唔错，哎呀，真言姐姐下来。不敢我头叫你的名字。哎呀，对呀，有金言姐。哎呦，哎，你们下注成功了。哎呦，好，安用继续哦。叫你的名字，酸冷风吹过来，痴情苦恋的无奈，辜负一桩有情义的回忆，无讲一声就离开。规咱行路脚开开，香香阿姨，想来转念无滋味。哎呦，再配回去了。哎呀，恭喜他对嘞！哎呦，厉害嘞！厉害嘞！哎呦，香香姐真的跌破大家眼镜嘞！真的嘞！哎呦，厉害！恭喜香香姐哈！好，来，规咱行路脚。虽然行路脚开开，我无达到你这款的对待。情茫茫到深更，醒来看啥人较大气。哎，小兰姐，起来看无伫身边。哎呦哦，错唔错？低心比啊，低。哎，口口问题。哎呀，口口啦哦，你北无口啦，你北无口，你南无口，你安怎唱？起来看无，起来看无在身边。哦，你南无口是安尼，啊北无口音嘿，有嘞，口音，有嘞，哎呦，酸葱吗？抽嘛，抽了，他好勉强。对不，恭喜！好了，起来看谁较大气，想好也替你哭几暝，情茫到深更，起来一切是过去，想看卖。你一摆有几时死？哦，唱迄小兰嘛哦，小兰，小看卖爱我有啥意义？哦，有啥意义？对啊，对。对啦，恭喜你！哎呦，确实是我的歌，粉丝哦，哎，我的歌你都会唱呢。你好好珍惜我们志玲，恭喜2位啦哈！哎，安永就会小兰这还有亲眼这都有得分嘛哈！哦，恭喜！哎呦，谁来加油他秦惠狗，提个欣赏，差不多了呀。怜香惜玉，对啊，拿出实力来好吗？对啊，哎呦，好，杀下来，好像他们也跌破眼镜。对，全部都提过欣赏。你们压错宝了，跟你讲。哎，某一天哦，还有6条狗。哦，还有2条，来。哎，杀人又抢那个后场组的国王彭世军。来，思君，好，哎，要冲一条一岭蓬线山，哎，一岭蓬线山，哎，一两蓬线山，太搞唐琴出来哦。秋风吹起你渐冷，阿妹寄来一只太蛤蟆。青眼贼。阿妹寄来一辆蓬线山。一辆按条啊，冲马街。
阿妹记来伊在台呱呱呱呱，还有抽，梁鹏先生，答对了，今年这一分，一张，有造型，不用太鼻头，好来，继续下去。阿妹记来伊在台蛤蟆。高太爱身体爱补充，天寒世界上父爱头强强。奇怪先生，哎呦，天寒世界爱作假吊伞。要慢冲。天寒世界爱作假吊伞。对呀，不对，答对了。接下来，老师终于开张了。好，继续。天寒世界上父爱头强强。出外这条路已经有3年，世上爱相依也抱给别个。唱迄青眼针呢？干咩？黑马啥？来我。秦桧狗啊，秦桧狗呀，秦桧狗啊，秦桧狗。世上爱相依阿妹该吃年。耶，你走了，怎么啊？秦桧狗也开张了，恭喜啊！脖子狗的，应该牙破给拔嘞。破蛋的，多大的熊嘛干？哦，继续下去。世上爱相依也抱给别个。昔日的心肝，终身感梦。爱要散漫，爱要打拼，不负你期望。天气渐渐寒，身作很忙哦。干嘛？有哪里有唱错？有那边不错。哪里？天气渐渐寒，他唱啊。chamcham冷，他唱cham冷。哦，来唱，来唱。天气渐渐寒，哎呦，娃娃，丑一哈，要扣1分，没有倒扣了，没有倒扣了哈。天气渐渐寒，身着蓬线衫，就像是风动。吹喇叭，哎呦！啊，秋窗春风吹入爱心肝。哦，你要唱，用慢唱。秋窗春风吹入爱心肝。你够冲一半，你再唱一次。就像是风动，会吹喇叭。吹喇叭，我的吹喇叭那是罗百吉，那是几百罗，罗哥不需要吹喇叭。对。什么代价？哎呀，好，谢。演唱一首暗后堂的歌，嗓音好哦，你让我创作后堂。给谁来主听有叫起来嘞哈？哎呀，慢慢的有救了。还有一题。好了。做对了。还有一题的机会哈。唱你个什么啦哈？来不及。哎呦，给他带了一条杂茶什么？好了，你要同快了哈，来。对。秦桧狗，我觉得好像是桂兰呢。黑吗？我觉得是桂兰。穷黑好像桂兰真的呀。秦桧狗那边先。哦，你们觉得呢？没看到？有看到吗？哦，差不多。亲眼接。穷黑。感觉这桂兰会举比较高。我眼中只有他。他是你的粉丝。多一百好吗？我刚数1、2、3，你留个起来，把看清楚了哈。好了，1、2、3。哦，有了，对。满山cây茶头樹啊，
红红庆分明。哎呦，按冲的嘛个。满山的好香天，配选最美丽。唔该东西啊！爱用歌词，爱用抽啊唔抽？小兰姐唱的对不对？对对哈，对嘞。哎呀，答对喽，兰姐，哎，沙雷继续阿姨。唱佩萱最美丽，这个我要抗议。佩萱其实不讲话还蛮美丽的。讲话会破功，他有他的人缘啊，感恩演员，他就是不说她漂亮，对他死不讲，他死不讲，这么回避。今天我最漂亮啊！美丽跟他没有。怎么男生女生可以一起比啊？我觉得陈奕迅最漂亮，她有胡子哦。哎呦，你喜欢长路啊？没有，其实不是。好，继续阿姨，恭喜小兰姐第一分。好来，上她的歌曲了。红红庆分明，腰缠泪光金，丝绸细变形。吉那嘿泡芙阿姨，上岛安泰西。哎哦，请快歌。来。茶头唱啊歌声啊，茶入啊喜美心。哎哦，对嘞。哎呀，对了，答对了，恭喜了哈，新海哥。歌词进行了3年哦。没。泡芙阿姨。对呀。可恶哎，这种都按台西台嘛意思啊。这是按台口的意思。按台低啊，你不用解释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，杀来。两片嫩叶甲二心，阿妹心肝金上无做三个起过亲。好，蔡奇棍。阿妹肩上对门山嘅阿哥亲，对门山嘅阿哥亲。哎呀，厉害，答对嘞。齐国老师哈。哎呀，好了，接下来，来，好，3号来继续。心情金来金天，去年讲到你下忙提亲，讲那个小问题，两个山啊。哎呦，没的歌词，我嚇一嚇，哎呀，兄弟，我節目我都唔敢講嘅話咧，我不會見他，他真的是，但用衝出來啊！佢是來唱的，我講佢冇偏見，兩個實啊，哎，咁我就提供佢創作嘅，哎，講佢冇偏見。齊國老師先舉啦，齊國的欣賞嗎？係啊，齊國老師，哎啊，恭喜！哦，恭喜齊國欣賞，好來，謝謝文珠哈，謝謝小吉娜，秦慧聰呢？到底是改編這些歌詞是欺負人你呢？真的。哦，還有分數統計出來，對啊，消費我。真的。哎呦，看到有3首還把你們的牌子舉起來，看一下哈。青眼這還有秦慧國，哦，要分數統計出來。統計出來嘞，齊國欣賞4分，香香姐2分，桂蘭這小蘭4分，秦慧國2分，青眼這3分。哎呦，哦，估算你的彭思群就得到4分了。對，哎呦，哎，厲害哦，皮鞋的齊國4分，關群4分，青眼這3分，秦慧國2分，哎，全部有得分哦。所以你們看嘛，你們看不起小蘭姐，小蘭跟香香，對，沒有跌破大家眼鏡，因為他還有助跑，有沒有？都會這樣子。才第一關而已，不要默欠啦，要不然還有假關，要不然還有好搞誒，好不好？冇樣樣咧，詞把我寫用硬嘅好事嚟，硬嘅好事。好啦，咩唔怕，恭喜哈，得分嚟，睇下有得分。好，第一單元交替咧哈，按照今下下一個單元啦。來，搞看啦。快問快答，夾問夾答，搶用喵的聲衝出一句3個字。你在叫呀 ？T by kiss 個 T 點 ？kiss 點 ？kiss，最近都共上節咩？哎 ，T by 安排誰咧？點解？沒有點解片啊？你比他啦？對星座。
哎呀，第一个单元，快问快答，简问简答。系啊，游戏规则要同大家报告。就会你个好上瘾有冇哈？一杀出一局啊哈，出到个老人家就会一组一对。快问快答就会讲，给好上瘾的跳拿当空就带一只鸡龟啊气球。哦，鸡龟。会一直胀起来哦哈，给老人家就会答题。他们来踩哈，来充气。打到几多分就会几多分。哎呦，那就看你们运气喽。对啊，看你们是抽到谁哦。对，但是踩的人不会脚软啊，是不是这样哈？不要让对方得到太多分嘛。对，越快破。时间就越短。对，考大家的核心肌群啊，哈，脚力如何？好了啊，牙子请年轻朋友先来出一下先抢彭思群，看你的手气好不好？希望你们抽到的是神队友，不是猪队友哈。啊，来，思群出队，得得，青海法师，秦淮狗卷好像还可以，蛮有尝试的感觉。好，梯贤，不要看不起啊。对呀，我加小兰香香4分呢，哎呀香香，青眼贼，哎呦 ，OK 吗？你抽到他可以吗？青眼贼青后啊，开心吗？黑后，马伦，但是等一下是不是猜歌呢？是快问快答。快问快答哦。哎呀，好，没有狗有一个部分哦，对，是考尝试哦，那个林冠群，冠群感觉手气应该很旺。香香小兰，香香小兰。香香小兰，你是不是有偷看的你？还有小兰，哎呦，我们柯南哥抽到小兰，跟你还蛮契合的。哎，你很喜欢的哦。小兰姐还是秋霞老师，都是你的宝贝。来，还有稳住，出到麦。稳住。噔噔，出到奇怪欣赏，还有最近奇怪的，陈奕迅，厉害呢，还有马莎，还有谁呢？有吃品懂的呀，品懂的哦，手足的呀，马莎很会编嘛，米娜，咪拍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太久了。好的，香香，还有香香，还有开起来就有一组了哈。香香老师奇怪欣赏，小兰青眼这还有秦后哎，你们个人都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周队哈，秦后很满意啊！好，那马上来换装进行游戏了。好了，金卡里快问快答题组，香香姐厉害呢，我抢思君人当，嘿，没设备已经装，对，好专业哦，那个，对，感觉很像 NASA 在用的东西，研究脑波的 C 股黑影的一台有没有？那个猴子都戴这种帽子在研究，太空人了，哎呦，准备好了哈，香香阿姨可以哈，可以吗？也赛了哈，那就要开始了，你要努力答题哦。如果你不会的话，我计程车有帮你教好。哎呀，好，又在华视门口，他又回来了嘞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好，预备起，好来，请说出2个你的优点。漂亮温柔。好，请问他是谁？谢七狗。请用欧罗维念出这段绕口令。挂了高，这只狗登来摕高来搞搞。哎呦，请用猪叫声唱2句生日快乐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看到裸男你会想到什么？怕。害羞，害羞，你不会兴奋哦。好，下一题，请你跟我这样念：2只牛腿东南爬，2只牛腿要东南爬。哎，请跳一段拉丁舞。哎呦，可以。好，下一题，请说出你最爱吃的3种食物。米。哦！哎，好大声哎！我太红了！陈奕迅 ，Hello， 还听得见吗？你们还活着吧？哈，蛋，彭思群唐爱豆哦，唐爱豆，他眼冒金星。哎呦，好了，总共答对几题呀？答对7题啊！恭喜香香姐。也一拳就是得到7分。好了，恭喜！好，恭喜！好，我们要换下一组。下一组，哦呦，Q 个崩在上面，太伤了，我以为爆炸了，对，我耳鸣了，而且那个炸的声音好扎实，有吗？英国公演告啊，有吗？大字抛哎，公演的下年兽这样，对，好了，稍等，你还一组青眼在披贤，啊，那个黑陈奕贤，基贤呢，吼，准备好了哈，好嘞，准备好了你就开始喽。第一题，哪个大旅头的主持人马啥？
吉娜跟罗斯峰哦。快一点！抢冲出两支客家歌诶，爱两支哦，两支。怕唔知形容。扎扎金子送本意，表示爱心。桃园清河是跟有演的那片，在桃园的南门市场。哦，抢用方言讲出两段，get 沙亮。红凤凰黄凤凰粉红粉凤凰粉红凤凰花粉花凤凰。老爷老公T白又飞嘅地方，台北。好，台原，台北，动员嘅七八点多个人音，八嘅原动，唱模仿系为是广州，系为是广州，做得好，唱讲出两条诗嘅颜色，黄色，唔错哦，嘿，诗嘅颜色咯，诗哦。字的颜色，字啊，哎，没给他撕字的颜色，黄，哎，没，不是它那个字，是字的那个颜色，颜色，哎，颜色是那个最左边的那个黄色，它也是什么颜色写？哦，嘿，红色，嘿，紫色，黑色，哎，唱讲出正确的答案，3，唔错啊。1加2加3，用3哦。哎，6。哦6哈。俩黑马个东西，臭豆腐。不是。哦。哎呦。什么东西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哎呦。这样是豆腐乳。哎呦。豆腐。所以亲眼这两组系9题，9题恭喜得到9分。哎，刚刚有几题我觉得很怪的。哪一题？哎呀，哪一题？系为是广州鸟是，哎来，系为是广州。系为是广州，敢会拔皮？批选来，你猴子吃香蕉来。OK。猴子吃香蕉不用扒皮的吗？有疤啊！好，有扒皮哦。哎，当人真的很可惜耶，真的。动物界的女神，真的。哎呀，恭喜哦，两组得到9分，还要恭喜呀，佩仙得到9分，错3轮，下一组哈，金行。哦，3两组，恰题个欣赏，来文组哪个是皮鞋？哎，跟上一组我突然想到，冯凤凰，哎，那个再来给我一次，来，我给香香念一次来，香香阿姨哦，来，香。哎，那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粉红凤凰，红粉凤凰，花粉红凤凰，它会跳出来哈。啊，这个，来，用华语念一下。黄色字那个。红凤凰，黄凤凰，红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粉花凤凰。哇！代表对吗？我以后都要念凤凰。凤凰，谁要挑战他了？有吗？桂兰姐来，桂兰姐来，你麦克风要拿着啦。那麦克风就是跟我们人体合一，好不好？好，它长在你的嘴边。来，好。粉凤凰，黄凤凰，粉凤凰，粉红凤凰，花凤凰。耶！一躺就躺在嘴，也客家语啊，也好多语啊。黄凤凰，好，谢谢两位。感谢两位，小兰香香凤凰姐妹组，对，好来，要进行这一个单元，金行两组了哈，金行按钮就开始了哈。第一题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踩啊哈。好，用力踩，好。第一题，名用汉语点到个人念。个技巧，哎，抢用现的声音冲一支罗山歌。娘妹嘅爸爸我弄嘛个名，我都车过去，车过，抢门节嘛啥？哎，吉娜，哎，冲2支罗时峰嘅招牌歌曲。招牌。金邦邦，什么安将咪做得了？什么安将，就像个一枝花。哦，这上叫比说，唔叫个听一名，俩还唔系听几名？听名。听一名吗？叫做听一名嘞，唔叫个听一名。叫个听一名。嘿，叫个听名啊，一听听一名啊。哦，咁嘿。对。哦，唱模仿事情报嘅主诶。
是金宝子味啊！他甲发用米嘅翻译，我弄嘛该。用米嘅翻译，今年，唱讲出3种长在书风嘅故字，水讲。你嘅，咁咩？有嘅，有嘅好，5年前。哦。哎呦！哎，他真的懂台上的。总共答对8题。头下有一题嘅做全国比赛，就讲第2名，厉害第几名？你的比赛，比如讲有5、3你的比赛，按你比，你不能第3名咩？你叫我第1名以後，你第多名？哦，叫我第1名，安尼第1名。哦，對啊，係啊，因為可能叫我第1名都變第1名那個咯。鼓手係8題，好8題啊，恭喜啊！哦，來，你講下一組。好了。哦，下來下一組，我們客家林志玲、小蘭，有沒有？我們恐龍哥林冠群，那個係文竹小金啊。為什麼他叫恐龍哥？啊，他恐龍哥啊。加個名路當紅的名就有那恐龍哥嘛，係嘛？哦，不是柯基拉。我哥沒來發了你。柯基拉不是，柯基拉不行，柯基拉會分手。前陣子有部新聞，會離婚，會亂送人。嘿，好，對。阿牛，下來準備好了哈。哦，好了嗎？阿牛， OK 了哈，可以了哈。哦，快問快答，好了，預備起。第一題，大禮拜六下晝條5點要看乜嘅節目？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大擂台，點到個人音。台擂大熱鬧，搶用喵嘅聲衝出一句3個字。你叫啊 ？T by kiss 嘅 T 點 ？kiss 點 ？kiss，同人老公上節咩？T by 安排死咧。點解？咩？點解變啊？你肥他啦？你星座，搶滿幾馬啥？別買嘢，你要講黑馬啥？買嘢，念唔出來，不要放那麼帥的照片，你放他寫實一點的照片好不好？小康老師啊，看到帥哥，你會想到馬給？帥哥你好，唱樣出兩團結實亮，拍子貼拍皮，蛤蟆表斑皮，斑皮刮到豆瓜皮。干黑 B 先生，好了，好，下一題，好了 B 啊，好，下一題，搶模仿幾個表情，搶講出兩隻優點，兩隻優點，嘿，愛面講啊，愛行路走秀啊，走秀，好，像比他下背嘅詩係乜嘅色？字的顏色，字色，唔錯，係詩嘅色。字的顏色，字的藍色，不是紅色啦，紫色啦，該搶藍色啦，佢唔係紅色吧？佢係唔係紅色咯？藍紅色，唔係藍，唔係橘色，哦，橘色、紫色、搶黃色，唔係紫色，係四個色，四個色，哦，該搶色，嘿啊。順風嘅馬色，搶黃色，搶黃啊，兩張，一個綠色，一個藍色啦。搶色啦。天使夜嘅時間，唔會做馬街。天使夜是吹冷氣。好，搶滿強州跌倒嘅時間會變馬街。啊！我按你答對，有答對嗎？10題啊，他有第10題錯了嘛？嘿，唔係，幾個結實兩個題。結實兩個咩音唔錯啊？白啊，對，啊。哦呀，7個咩唔錯啊？所以應該是8題吧。你回風啦，該冇強量啊！一講黑咧，黑回風，白啊，你唔敢講白啊？拍白啊！沒不是，他給沒提過，拍子貼拍筆。嘿，佢條下講筆哦。來，咱音來吧。拍子踏拍壁，蛤蟆表板壁，壁上掛刀掛壁。嘿，那用音錯嘅，條下音筆。嘿，鼓手嘅9題，9題，好不好？咩清道款咧？係啊，9題。係啊，好，恭喜來對。好啦，來恭喜這一組啦！好，我們換下一組來。哦，金海你嘅青米一組。
青海大师，上青下海大师。我觉得你选到他，可能也看蛮熟。年纪还太啊，跟某一天，年纪还太，跟某一天哦。跟有上次当然你某嘛，该你也很慢。对，所以慢慢的会。还有思君，那那个你的关群，鹏哥，对，好来，准备好哈。好了哈 ，OK， 准备好你开始喽。预备起，好了。T T 公演会做哪个事情？为社团人翻红包。哦，唱供出6风行住跟명산。讲完老米粉。唱肥他下波嘅絲係馬嘅色，4嘅色咯。紅色、黃色、藍色。唔錯，4嘅色。有紅色，有藍色，對啊，還有咧。第二片嗰片係馬嘅色。藍色啦，做小片嘅，哦，no馬嘅色。pink。粉紅色，粉紅色，好，懂我嘅粉色，好強色，唱抹風狗散熱，好，唱老娘名嘅點多高輪音，海青飯，唱滿傑馬啥？哎呦，峰哥，哎呦，峰哥，你講係羅時峰嗎？峰哥好，係嘛？落法都安尼啊。唱挑一團演出名嘅舞頭，哦，OK， 貨手部會打哪一期天發？打119。唱一期你最尾嘅客家流行歌曲。我有冇唱？青菜啊！好。八題哈。係啊。總共係8題，恭喜請開歌，哎呦，你喺咱們青台上呢，真的，哎呦，辛苦嘞。所有的問題就只有那個第6題啊，第6題是，我覺得他這一題問得最好，對，問得最好是不是？相片也不錯，是不是？你本人有滿意就對，是不是？你以後都用這張照片啊？對，炎亞綸碰到我，他說叫我不要學他的姿勢。炎亞綸敢這樣說，你比他帥吧？會剪掉嗎？謝謝。好，安陽就你嘅2隻單元就結束了。好，結束了哈。就是會統計一下哈。安陽，第1隻單元咯，第2隻單元加重起來。你嘅思君得到新衣服。恭喜。T 鞋那個嘞13分。領冠軍13分。我們小吉娜穩住4分。記起來怎麼只有9分呢？只有你一個個位數9分。還在單元加油啊！好了，這個單元結束了，我們看下一個單元。好，進行下一個單元。必數八九。恰幾個人加比摩拉台，加4張，按你天差唔多按卡發咗。不要冇按法了，我們看清楚了。經常留在單元必數八九。還要這個進行10秒鐘的時間哈，哎呀，後上朋友都要答對這個啊，看你答對一個角色，哈，或者是一個地點，或者是一個事情，就會1分鐘差嘅。好，就係你嘅總比輪流啦，一輪係3比總比。對，30個答對都係3分。啊，答對1就1分。好 ，OK 嗎？好，你嘅總比足夠的啦哈，準備好了哈。準備好了嗎？安陽就要出題咯。好來，好，請你個羅哥走秀一下啊！看一下，看清楚了喲。天師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咩做得看一下哈？要清楚咧 ，OK。總比有看到咧哈，哎呦，親眼這回事咧，還蠻回事啊，親眼這頂他。熒幕下，你就做表演，好不好？10秒鐘的時間，好，就看你們精彩的表演了，好嗎？好，來，安陽準備好就開始題題，喂，親眼這，好，親眼這，第1位，好，第2位，好，第3名，好，第3名小蘭姐。好，時間到，好來，等下，羅哥 Q 來搶答哈。好，
这个都表演的还 OK 啦，应该还不错哦。好来，请抢答。哎呦佩萱，应该是佩萱。来，请回答。费玉清在厕所打麻将。哎呦，满贯呢，3分全对。哎呦，厉害嘞！哎呦，连重批表演都清后啦，厉害！是他们表演的好，还是你厉害？是他们表演的很好，清清楚。因为他的头永远是往上。对，看得出来清清楚。咪国术对咪国术一个特色哈，哎呀。但费玉清上厕所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像这样啊？费玉清上厕所这样，你可能用免字哎。好，费玉清打麻将我是跟他打过。哦，真的。哎呦，他打麻将，我跟你讲。那会有什么小动作吗？例如说打一打像，真情，还是这样，砰这样。好，恭喜皮鞋得到3分。他如果打8万的时候，我怕你的卡亏。好好玩啊！阿勇就各位防养哈一组哈，哈一组。好来，下一组。来 ，OK， 准备开始哈，又要请罗哥走秀一下来。好来。第2题来。2题啊，来看清楚了哟哈。好，你的观众朋友没看清楚哈。OK， 好，各看一百。哎呦，齐国老师胸有成竹的感觉。好。哎，给吃的没问题，他有翻白眼。哎呦，我觉得他好像很有把握。搞不好齐国老师他的演得很好。哎，他的本身的本业就在做这个。说不定。对，默默的有这个斜杠。对，哎，好来，小康老师音乐请下。好，下一位。小兰。哇，这个很难猜。这个毛笔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很敢吃的哦，蛮有一贯入魂的感觉。呀，不好猜哦。两题有一些难团。好，来，请抢答。哎呀，好了，文竹来。消防旗，啊，在草地上，做运动，来，稳住，3题全错。还有吗？哎，马上。那个佩萱。阿给拉，这个我才地点没看出来。猜一猜。然后 key 档。哎呦，通灵。哎呦 ，key 档答对了。春阿六答对1题啊，对，好，来，那这样好不好？多比100，多比1改比1题哈，好不好？再比一次好不好？来，小强老师，是从香香阿姨开始。好，下一位。哦，有点紧张。空嘎啊！老师真的有在斜杠啊，真的哈，我很确定。对。哦，阿勇，投得出来吗？好来，再让我们抢。好，来，一起。给人。林峰啊！林峰啊！小兰呢？摸茶，哎，有点接近。摸茶，茶点，哎呀，茶点係另外一個點，係乜個點？咱我迄點哦，點茶。較高級些咧。較高級些。較高哦。那有聽嗎？跟住係乜個知福點係啊？哎呦，知福點唔知個誒啊！差不多嘅意思啦，兩隻詞。那知福點還有另外一種講法啦。邊個頭髮夾皮？茶室。不是，就高級一點，比較貴一點。錢櫃。酒店嘛，不是酒店嘛。他對嘞。好，酒店嗎？對，酒店是不是？酒店，這題很難算分。但不，我們這題不算分，直接公布答案。對。OK。香香阿姨，你要比一下她的髮型吶。來，髮型比出來就知道了，對不對？我來比。哦，來。他剛手抖成這樣，我來給他。來，小強老師麻煩給音樂。這很像諸葛亮。馬莎，諸葛亮。好來，這個好。
音机。好来。才有味道。刚刚我唠到你那消防局。不过体格形商啊，吃到他也看得出来，有的鸡桶是比较文静，比较文静的。对。那个他是还没有砍刀之前的，对，他是问世的，他只是出去表演型的。哎呦，阿勇就披贤得到一分听听了。哎呀，对，第一阶段就答对了。对，好，恭喜佩贤。好来，好，沙雷各就各位，交换各就各位。哦，这个不容易，这有点难抢罗歌走秀，看清楚了哟。台起港妹做的看一下哈，表演的有穷嘛 ？OK。表演者哈，姿势可能夸张一点。对，要进入那个味道。对，要进入那个味道了。对，夸张有时候你表演的风马牛不相及也是没用，像桂兰姐都。夸张的走秀也是没有用。这一看他夸张的敬酒，对，夸张的打麻将，一看就是他就是以前就是茶室的。对，好来，准备好就开始了啊！小康老师，好了，音乐，好表演。哎呦，好，这个人好，来下一位，一个紧张。在哪里？好，地点。好，来下一位。哎呦，空手春雨都出来了。OK， 好，来，第一阶段。好像这个人如果猜得出来，我真的跟他姓。他们猜得出来这个第一个人的话，我就这样啊，刚刚只有某一件的，但是他有他那个特色桂兰姐有表演出来。嘿好，有表演出来哦，大家注意哦。好，来，请讲答。哎呦，思允，沈玉琳，哎呦，最好帅啊！好，地赖片，外太空，地赖片，棒球场，好 ，Q 周麻私情，杂茶，哎呦，杂茶，哎呦，我今天改叫冯淑玉，为什么？同吉香啊，我听我讲天一啥团得出来同吉香啊，好厉害哦！不是刚刚杂茶跟感觉好像有点。杂茶模拟版的杂，好啦，因为青海歌是很 man 呐，谁摸也杂茶，然后谁来杂茶我重要，谁摸也就比较温柔。这个是沈玉琳，哎呦，恭喜彭思允得到3分，恭喜！好来，来进行下一组，来交换一下。各就各位。第4题，来我要出题了，好了。来，抢宽了，清楚了，哎。好，台积卡又看清楚了哈。好，这个也没模糊比哦。是吗？第一个，我感觉应该很好比。感觉好比哦。感觉应该轻好比。不怕，可能就敌了。好，来，是看我们的这个些长辈哈表演的如何。来，小康老师下一页。好，下一位哈。哎呦，好，下一位。哎呦，不错。好来，3位长辈。英国青后团表演太谁嘛个？你谁嘛个？请讲答。哎呦，文竹青讲哎。谁嘛？你要回答一下。答案就会吉娜在健身房跳舞。跳什么舞？跳什么舞？跳减肥舞。什么舞可以减肥？啊！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它是一个舞蹈，某一种舞蹈。来，国标舞。国标舞哈！静媛姐姐，你再跳一次，来。恰恰。对啊，那你再讲一次。黑梦。你的答案。吉娜在
那个我刚刚讲什么呢？健身房。哦，健身房跳恰恰。跳恰恰。哎，吉娜在健身房跳恰恰。哦，请问一下，吉娜，你是怎么猜出来？为什么你知道？这还要问吗？还要做一次是不是？记得，哎呀，俘虏就是哦，俘虏哦。啊，我刚以为他是张飞哎。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啦。对。好了，恭喜得到3分， 3分，恭喜。刚他一口一是一个虾几龟时的夯出来的时间，哎，我说这个很难猜了。对啊，我想说老师这么客气，然后后面又政治人物。虾几龟时，你加比摩拉胎，你加四张，按你听听，差不多那较发掉的。不要我按法了，我们看清楚了哎，看清楚了，我是大马名模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下一沙雷下一题，下一毕业班后的哈，各就各位了啊。好，来，好来，我要出题了啊，来。下一题其实也蛮有特色的，其实，哎，你妹黑，不会太困难，应该是跟吉娜差不多好猜。哦，哎呦，会不会？不会哦，不容易哦，他难一些哈，不容易。好，来，老师请下音乐。哇，来呀。OK， 好了，下一个。请演这。好，下一个。香香阿姨。哎呦，哎，好来，哎呦，哎，有的表演的不错，还有的就是好像没有到位，没到位哦。好了，好，请抢答。哎呦，林冠群。济公，在哪里？刚刚比什么去？哦，在太阳底下。哦。地点呢？太阳底下。地点呢？榕树下。操场好了，操场。洗脸啊！恭喜林冠群，全错。没有一个答对，我一个答对。哎，韩瑞，还有谁要抢答？好来。有吗？要抢答。好，卡牌。佩璇来。佩璇。他刚白卡，所以是阿给啦。阿给啦，好，第那一片。哦。然后在太阳。地点。对。你要看到有笔啊？你刚刚操场嘛？有嘛个梯，有树的啊，有嘛个东西啊？公园。嘿，然后走嘛该。CP 啊。哦。哎呦！安用恭喜林佩璇答对了。哦，3分都答对。全部。对。阿基拉公演第8度做人工呼吸，哎呦，周 PM 空用他看得很细，真的哈。但是你如果在舞台上演戏，你如果演阿基拉，你会怎么演？来，你来。没有椅子的演法吗？当做桌子啊，那当做椅子啊。太高，可以吗？3个你都演啊，在公园啊，阿基拉好。好，下一个公园。好，下一个人工呼吸。对。哎呦，很棒，周天勇厉害。你看舞台剧演多了，你啊。对。沙雷各就各位。好，各就各位。哎，问他一题。这个也不好弄哦，不好弄哦。来。这个真的有点难哦。哎呦。OK。好。哦，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小康老师，请下音乐。哎呦，好了，下一个。好，下一个。哦，你在干嘛？你是在床上在那跳？喂，我觉得第一个要不要给一个提示？它不是一个人，它是一个行业。
对不对？工作，它是一个工作。对对对对。老头他给唔係一張癮，它是一種職業。好 ，OK， 你看，看起來，每個有點茫然，好迷茫哦。對對對對。對啊，他們有點入定的感覺。高琴機下來，好，搶答。哎，幾人呢？好 ，OK， 那個拳擊手。拳擊手，第哪片？來啊，在哪裡？第哪片哦？看有從並共用的咧，並共的溜冰是不是？並共對對，就是懸崖啊，懸崖做乜嘅應該係唔好講咧，唔係啦，冇啦，係講嘅騎馬啦，騎馬，哎呦，騎馬舞的那種感覺啊，在戶外騎馬，對，喺懸崖邊騎，喺懸崖邊，懸崖哦，懸崖熱馬，看到小蘭姐要懸崖熱馬，哇，好。OK， 刺激的哦！恭喜我们的逸轩答对一題。哎呦，一題嘛，熱馬對嘛，對不對？騎馬對了，其他兩個唔錯哦。其他兩個哈，佩仙，我想猜角色。好，那個飲料店員，手搖店的，它也是一種飲料店。Bartender， 好啊，在哪裡？你只要猜第一個嗎？因為他那個割一條，我有一點還看不出來。OK， 割一條。來 ，Bartender， 你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講一下。講一下是什麼？很多調酒師。調酒師，哎呦，懂得裝逼他們什麼 ？Bartender， 不要把你的行話講出來。哎，他對嘞。好，嘿，啊，第二個嘞？第二個有沒有要猜一下？慢有要搶一下。哎呀，來，穩住。馬場啊，馬場。馬場。哦，因為第三個騎馬，所以第二個在馬場。馬場，因為剛剛香姐有這樣，有嗎？有嗎？哦，其實板凳一隻東西吧。哎，哦，其實板凳一隻東西吧。在遊樂園。卡派。哎，穩住。遊樂園。遊樂園的什麼地方？的那個雲霄飛車上面。哦，恭喜你答對啦！來，哎呀，文竹，來文竹咪得到一分。文竹得到一分，佩仙一分，哎，逸軒一分，啊，恭喜！好來，好，我們請換位置。兩樣記得名嘅，一次會客家發音有冇？佩仙，逸軒。好，下來下一題，倆應該它有特色啦，哈，比較有特色一點。好，有請羅哥。對，3B。阿哥阿姐要看清楚了，哎，OK， 嘿，你是不是梗一對啊？用這個音樂，好，好來，嘿，好了，準備好了哈，啊，哎，有看到了哈，好了，看清楚了哈，哎呦，就開始嘍。小康老師，下一頁。啊，好了，下一位。嗯，好了，下一位。下來 K 個什麼？哎呦，OK，好，有答案了哈，有哈，好來，還挺模糊的，有一點。搶答。好，佩仙。蕭煌奇，在廚房。哦，舞獅，舞龍舞獅。蕭煌奇在廚房舞龍舞獅。哎呦，林佩萱，你通靈哎，他對嘞，3題全部對。因為他剛剛有帶圍兜兜。對，才煮炒菜。他那個炒飯好像他這麼秀氣，你也看得出來。尬死人劉岸勇。哎，蕭煌奇，你是怎麼？因為他剛剛沒有，他眼睛沒有張開。對，香香阿姨是先出去唱，然後眼睛突然這樣。對。其實蕭煌奇特色就是手啊，你如果眼睛閉着，這樣按了你扣人就底。嘿，哎呀，沒油窮，他有抓到精髓，有抓到哈。哎，恭喜，偏得3分，各就各位。好，出下一題了，好，有請羅哥。這樣沒有辦法走到前面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正來了，倒退路。你找台灣的老大了。哎呦，這個音樂
好像跟等一下有点关联哦。你提示很大，很大呀，很大。好，来，好，来，小刚老师下一页。啊？这是猴子吗？还是？啊？提款行杀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好，不错，好，来，下一个。第3个。秦慧国，他还蛮会利用道具的。OK。来，有没有答案？啊，第3个哈。没关系，大家抢答一下。好，来抢答。好了，一选。来，一选呢。刚刚你有提示讲国位嘛？吼，人上面被八嘎钟啊。八嘎钟，还八嘎钟，跟 male female 好有没有庙会那个？对，某一个神明，他是气牙八牙，哎呦，气牙八牙，没有哦 ，OK， 好了啊，好，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？八嘎钟啊，八嘎钟 D9 大家讲，要给一人一档狗，101观景台，101观景台，哦 ，OK， 做梦该。应该是紫油鸭哈，油鸭哦，董宋快啊，跟面啊，对，脸看起来很爽快。哎呦哈，有确定吗？有，确定。好，紫油鸭阿爹101档空的728爷，这样用哈。好了，恭喜你答错了。好了，来思君。三太子第那片。悬崖。按摩，只有呀，按摩，炒按摩椅。炒按摩椅。恭喜彭世君，他对嘞，3题全对。世君也是通灵来着。你跟青海哥真的很像，他会利用现场道具，有没有？瞅了一片。所以青海大师娘不凯按摩椅啊。有啊，难怪，所以可以。他那种面部表情有没有？对。刚在悬崖，刚刚一悬，你上一题的，你全部都差一点。对啊，你看728也差一点，是电音3太子。刚刚是3太子，728也不会。对啊，提过形象101高度也对了，就是场所不对。油鸭子，那根本就是给彭日君提示。哎，娘多。恭喜世君。好来，出下一题。来，才急救，我也急救。来了，功夫来了。有看清楚吗？3B 有看清楚哈。我想说，你顾着跳舞，老师不知道有没有看清楚。提过情商，留他很牛。这个。应该好，应该蛮有特色的。好演哦。好演啊！好来，老师，请下一页。他有强调。好来，下一个。秦慧狗。秦慧狗。厉害青眼姐。下一个。喊山哦！厉害！我觉得我们哥哥姐姐很厉害呢。就刚刚有提醒以后，就挑起他们对啊，有一种胜负欲哦，要表演好这样子，表演哦，全部都有抓到精髓的，两个前后臀。就看大家的速度快不快。好，抢答。黑马萨。好像佩轩跟世君，好像佩轩快一点点，哈。来，佩轩。陈小云在排球场跳天鹅湖。天鹅湖是属于一种什么？芭蕾。陈小云在排球场跳芭蕾舞。黑毛。他对嘞。恭喜！哎呦，这组厉害。冠群，你到现在一题都没有答。冠群，你还在吗？我有抢哦，他只是慢，我手速比较慢，神游啊，手速。他昨天用完了，扣打用完了。我是语速比较慢，你手速那么慢干什么啊？那你可不可以先放到肩膀上准备？有没有？对。放到这里，然后就。对，下一题给他答。对，好了，下一题给你答，是不是？好来，换一组了哈。好，各就各位哦。接着下来，请罗哥出题。
对，这根本考罗哥吧？应该要出一题，罗哥跑3个动作。OK， 哦，太奇卡看清楚了哈。对啊，下一次我们也可以玩一个。对，等一下就让你玩，好不好？不用下一次，我们等一下就让你玩。好。好的，哎呦，这个这第一题如果能表演很厉害。哎呀，很厉害。青海哥，我有点期待。好，好来，好，预备，好来，下一页。哎呦，要把它动作放大想象。哎呦，哦，亲眼这。哦，厉害！好了，下一个，香香阿姨。哦，阿姨也蛮会利用道具。哦，有淡薄仔大机啦。哦，你收大机啊！你皮看看有遐大啊？你是黑记的，你蹦恰恰。伊讲伊是黑记的啦，大的。来，好，有准备好了，来，林冠群，请抢答。哎呦，大家都勇气呢。哎呀，勇气啊，你看，来。对 ，Hello Michael Jackson。哎，在哪边？应该钢索绳上。钢索绳上在做什么？快塞。哦 ，Michael Jackson 在钢索上做快塞，是不是？好听哈。好听，他对了，哎呦，得到3分哎，对啊，我感觉你应该讲一下感言了，要在钢索上快塞，而且他还有一个步骤，是毕业吧？哎，真的厉害了，很厉害，钢索已经，我们要掌声给这些长辈一下，太厉害了，来，好，演太赞了，好了，哎，谢谢这些长辈们啊，精彩的演出，对，按照可以哈，那个累积分数有多分来，4军，俩哈嘿，4军400分，哎呦，批贤呐，你是7分，哇，根本自由生嘛，关群16分，文竹还是5分，哎呦，陈奕璇10分，有拿1分嘞，我有加1分，我破2位数了，对，他刚刚9分，这样一个单元只中1分，这样加个1分的，真的好缓慢进步，哎，沙下来喊伊肥吼，很上年搞了不本，人个总比落团，哎呦，哦，就攻守交换，攻守交换一下哦。好了啊，长辈们，你们愿不愿意？要不要猜？答对给你们红包，好不好？答对有红包哦，有红包哦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攻守交换，来。哦，你在中买？他中风是？好，请下音乐来，好，看好。我看吉娜一看夹身上演唱会，到底什么公家主办进来？没，嘎。哦，攻守交换。哎，我跳上哎，对，我做动作本来你给总比了团，我也跟着来玩一下。你跳上的呢？你是长辈组吧？好了，不应该给飞啊。一团呀，好啦，他这个稍微考你周啊，你这么到位，对不对？来，恭候罗哥，哎，用准备好嘞哈，就来出题，换我走秀一下。来，好，来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像跪来？对你应该用打。哎，那你比宽度人家矮。没啦，我不以的宽度，来，大家看清楚啊。看清楚来哦 ，OK， 来，阿勇准备好了哈，好，抢小Ken老师下音乐，好，稳住哦，起点黑那一片，看清楚哦，杀下来，披前，哎呦，3B 周都清红。哎，嘿，对，佩仙你
样板。哦，冇样板。样板，好。有嘛？阿勇准备哦，来，提个情商，提一张，好。李登辉，第哪一片？到游泳池，游泳池底部度发生乜嘅事情？杜木帅本嚟用下先。济州跟通州，它其实有一个戏在里面。我讲同一摆。李登辉的游泳池底部度。杜木帅。安样板。杜木帅也吓到，就会做噩梦。啊，恭喜起个青山。好啦，8分8元。恭喜起个青山。好嘞，那我就要换下一组了。来，各就各位。哎，好嘞，下一题，我有出题啦。好来，好来，准备好了哈，来，老师起下音乐。抹枪，好了。好，来下一位。真的有女团的感觉呢，有韩国女团的感觉，嘿嘿，有呢，韩国的大象团。大象怎么了？大象可爱啊。今天是王心凌，看他会走心呢。我今天是王心凌，本来就很会走心，你不知道。好来，老师们请抢答。香香你先呢。林峰。爱了，第一项，林峰啊，林峰哦，林峰。第二个是迄个，我想看，迄个钓鱼的地方哈，钓鱼，爱了，做什么事？棒跑啦，棒跑啊！恭喜你答对2题。哎呦，哪一个不对？哪一个？第一个不对。第一个来今年，苏贞昌。哎呦，苏贞昌，哎呦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是苏贞昌？苏贞昌如果没有头发他一定是球。对，苏贞昌没有这样子。对，所以你刚表演的时候，我就说不像。但是他要比出关键字。哎呦，关键的地方啊！好了好来，恭喜2位了哈！你用啥都有红包吗？用啥都有红包，我送红包，东演哦。哎呦，恭喜亲眼仔还有香香阿姨，99重阳节快乐！快乐！来，好，下一题，各就各位，我要出题了，我要走出去了哦。哆啦 A 梦要跳舞啊！你要跳啊！我可以唱。好了啦！好像哦。对啊。好，阿勇准备好了哈，准备好就开始了。小康老师音乐请下。哎呦，好厉害，好。哎呦，好，我刚还要做这个韩语 B 思允。OK， 你的5V 中 B 请抢答有上饭吗？哎呦，小兰先，有麦克风。蜘蛛人第那一片。然后他在打地洞。那他在什么地方打地洞？打地洞。就是一个场所啊，一个 V 所。一个梯房。一个梯房。
这意思说他就在打地洞就对了。打地洞。然后他几点钟买？他中风。中风的。哎，我们的小兰姐3題全錯。哎，還有其他嘅欣賞，中 P O 會肥他一下冇？中風呢？他這樣中風也蠻可愛的。然後太累他就中風啊，太累他就中風。哎，誰中風？他會跟你吐舌頭，這麼可愛。他說打地洞然後中風太累了，有故事性的。有冇有其他欣賞嗎？有一些人打地洞打一打會馬上風，然後就會中風。是哪種地洞？那個來幾個欣賞。來，乜嘢角色？我到地鐵嘛，唔係。一個地方，地都會打。哎，你的那一片會做2種事情。普梯。嗰個大水奶時節啦，佢有個正通啊，正通嘅。我都講哦，我去個乜個地方，乜個送啊？我去個乜個地方，我做去個地方啊，大模誒，工地，哎，乜個角色？我台下冇。係，乜角色？其他做乜角色？有啲妖怪啊。妖怪？沒，它是一種生物。生物啊，是一種通風兩模。長久嘅蜘蛛人1年前，沒，暴龍，暴龍，他倆咋中風這個？中風這個，中風，暴龍，你再做一次那個動作。嘿，擠眉弄眼，擠眉弄眼，還有乜嘅有34周的形容兩種。好美耶！34，沒，34。專櫃的，哎，他對嘞，真的哈，哎，這邊有些難啊，哎，真的不容易。我先送上紅包，哎，不能幾個欣賞。安置，好，什麼？暴龍在工地做鬼臉，哎，好，來，好，這一題哈，恭喜齊國老師，恭喜幾個欣賞，全隊再來各就各位，好，各就各位，來，我秀一下答案，好來，小康老師，請下音樂來。好像，哎，你沒有拿東西出來。好，來下一位。好，來下一位。老師們有答案嗎？長輩們。小蘭。好，來搶答。生小孩。誰？對。然後他請客，請了很多人，那幾個字你們沒有講，我不知道幾個字啊。哦，對啊。搶客，然後他答謝天地。哦。謝天謝地。哎呀，邏輯很好呢。有道理呢，唔過唔錯哈。唔錯。有其他答案冇？有冇？太難了，那再一次，老師好，請下音樂來，好，看好。哦，哎，好，來下一個，哎，這個不好一點，對，哎呀，誰要講？幾個欣賞？好啦，好，我看出前面嘅就係疊高嘅啦，疊高嘅，叫做疊高。但是天嘅角色，講到佢講護士，仲唔可以王爺公嘅面前演戲夾疊高嘅。哦，喺王爺公面前，演周一啊啲疊高嘅。其實你沒有連貫性啊，沒有什麼連貫性，沒有，他沒有連貫性，沒有，就看到面向疊高啲呢，其他。
看不出来啊！我看吉娜一看假身材，印象都来什么公家主办节啊？有没？小康老师音乐出来，老师刚他有赢哦，刚他前面是这前面有行水啊，小康老师有一种赢哦，赢哦出来了哦，有啊，也系乜嘅角色？知啊咩啊？也系乜嘅啊？哆啦 A 梦啦，哆啦 A 梦哦，一个朋友哆啦 A 梦。有飞机孙的款呐，系冇？还没有孙呐。啊，你去搞好款哈？还没有孙呐。你自己喜欢看是不是？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哦，那香香姐答对一题有哆啦 A 梦。要不要猜一下这个？这个地点呢？地点好像地方啊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哎，好，在跳舞啦，在什么地方跳舞啊？在 Superstar， 那个在台上啊。台上哈啊，比如说像五月天他们在小巨蛋里面，那个是该干嘛？表演啊。表演，我知道是在表演。那个我们讲嘛，跟阿尼亚都讲嘛。演唱会，演唱会啊，开宝贝啦啊。宝贝丢啊啦，宝贝铁娃跟恰奇哥形象有答对了。哎呦，这样香香老师也有一个红包了哦。来，恭喜两位了哈！恭喜香香阿姨还有奇哥先生，祝你们长命百岁了哈！谢谢啦！哎，好，来，你看他们，我们要各就各位了。好来，下一题，来，罗哥，好了，来出题喽。好，你先出。你什么时候会有性感的那种时候？啊？大象要交配的时候。哦，宽停住了。OK。罗哥这没问题。不要给老师们看到。蒙，来按用宽几扣能不能宽蒙？哎，我们来交换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你比较会下一个那个。哎，你不能这样的逼迫他，你愿意吗？我可以。真的，罗哥你可以，对不对啊？对，我觉得你比较会。哦，搞班不能用啥搞班，调那个题目有宽清楚嘞哈，有哈。安永小康老师，音乐请下。好，罗哥。哎呦，沙雷皮鞋，哎，来，有请那个欣赏组诶，做得卡牌，也还讲像马啥会先来肥他一下嘛。好，香香阿姨哦，来，角色，哎，慢点。第一个角色是什么？癞蛤蟆，癞蛤蟆是不是？好哦。那在哪里？蛤蟆在干嘛？在哪？什么地方？在哪里？他在做什么？在哪里哦？哦，打高尔夫球。哦，打高尔夫球。高尔夫球场上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哈。高尔夫球场。好，在高尔夫球场啊，他在干嘛？在干嘛？下蛋。哎呦，是吗？你确定？他刚刚那个？确定他不是便秘？生蛋。好，恭喜香香阿姨答对2题。哎，第一个不对，来，鸡眼贼。第一题，铁马啥？鸡哦，在那个高尔夫球场下蛋。哦，高尔夫球场下蛋已经是确定了。给香香姐姐已经哈，已经确定了，它是鸡是不是？林冠群，你可以再做一次吗？到底为什么看起来像鸡？对。招财猫。哦，恭喜青眼贼答对了。哎呦，安永本用在红包出去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恭喜两位。来，青眼贼一张红包，身上也很厉害呢。哦，还好你有坚持下蛋，不是便秘。好了，接着下一回合来吉娜，我们攻守交换。好来，杀下来呢。好。这好简单哦。这个简单吗？哦。
这会简单吗？超简单。好，来，我来出题了啊，来。我就很简单。哦，我心跳美丽啊！哎，老师的音乐还真多哈，他的音乐库那么多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哈，来，请下音乐来。哦，很像哎，哎呀，好了，下一位。好了，下一位。好来，老师有没有答？哎，提个紧张。看到天泽，应該係神仙。哦，神仙。炒菜，炒乜嘅茶？啲那片炒菜。哦，T店啊。誒，T店。有 T店嘅花。又係乜嘅菜？夾嘅。知名就係嘅半截改，一邊半截改。係。天的盆啊，清燕丹啊。T店啊，有一種茶。復茶，做復茶。哦。啲那片做復茶。哦，做茶針，做復茶針。做復茶，復茶針。神都係，都復茶針，做茶都係半截改。半截改。哎呦！厲害喲！哦，哎呦，恭喜！錯係啊！車吉國先生，哎呦，答對了哦！答對3題啦！3題耶！哎呦，哦，厲害哦！咩？我半條睇架，平睇架。哎呦，係啊，請開個誒小蘭，他這個都有紅包。拿粉，我們沒有。哎，今天敬老節啦，重陽。對。哎，重陽節有本嘅老人家歡喜重批。哎，好來，好，哎來，吉娜回來哈。好，對。來籌復茶證。我奶回來，皆大歡喜啦！哎，皆大歡喜啦！哎，這一集已經這個我們這個單元結束了嘛？哎，結束了呀，係啊，他竟然有拿到紅包了呀！時間也到了，差不多了呀。到底啊，你已經2點鐘了。係啊，2點鐘過夜啊？就搞得了呀，紅包沒發出來呀。發出來啊！係啊，他竟然有歡喜嘛？有，重陽節快樂啊！對，係啊，阿妹真係祝他個重陽節快樂啦！哈，好中國嘅朋友夾來報名。哦，強陽嘅打電話來有66667666傳真電話01177781232等台幾個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我哋，哈，咩多謝安多啲貼片裏邊啊！重陽節快樂！還有香港嘅一邊，什麼大家表演都懂精彩。什麼小強老師音效可以換了，好不好？謝謝樂隊老師。還有現場嘅董東演辛苦咧，大家重陽節快樂！係，好，下禮拜我們見得咯，哈，一天好準時收看呢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勇。